用黎明现杀的南疆本地羊，是这对父子待客的最高礼仪。Good. You. 叔叔。整只羊的美味都被完整的保留下来，随机分布在各个缸中，为玩家们献上开盲盒的乐趣。整头羊上，它可能就一块就放在里面。脖子、腱子有排骨。我不知道是哪个部位，特别香。不同于美食场上的欢愉，后厨的父子氛围有些紧张。添炭、整理搪瓷缸，父亲仅安排了基础性的工作。儿子们，他一定在回。希尔艾丽表示不太认同，因为对于经历过高等教育洗礼、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，做缸子肉属于小菜一碟。从小就眼熟嘛，从小就待在店和家的两个地方来回跑了，没有困难的事。在他看来，缸子肉并不复杂。缸子里清水炖煮羊肉，黄胡萝卜和洋葱平衡油脂，一把鹰嘴豆增香，仅靠一勺盐水激活羊肉，无需其他佐料。他就放了点，咱也没放什么。